经，现在没有别人了，让我们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吧。谈什么啊？我能感觉到你并不信任我们，你心里仍然在抗拒着，不想融入鬼天盟这个组织。哎，没有啊。那么，如果我接下来要安排你和其他人一起参加百死百生行动，你愿意吗？这个，也许你自己都没有察觉，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。不过，我倒是可以猜到几分。其实你根本看不起鬼天盟的人，你从心底里鄙视我这种靠着小手段取胜的方法。你也在下意识地认为，即使不和鬼天盟混在一起，你照样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。我才没这么想。你不用着急否认，你会产生这种想法也并没有错，因为你从根本上就和鬼天盟的大多数人不一样。经我说过，你非常有潜力，而且给你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去成长，无论是不是在鬼天盟，你都会变得强大起来。而且你天生拥有无比的自信和勇气，这种强者的资质和心态，正是鬼天盟的那些人所欠缺的。与众不同的你，在这种抱团取暖的小圈子里，自然会感觉有些格格不入。哎，是这样吗？你不需要鬼天盟，但鬼天盟却非常需要你。金，怎么使用力量是你的自由，所以这只能算是我的请求。为了那些无助的同伴，也为了大家所期望的未来，请把你的力量借给我吧。好吧，但是我想提个条件。说说看。你能不能放了凯莉？凯莉作恶多端，你还要替她求情？凯莉她真的有那么坏吗？但我总觉得，就算不追究凯莉以前的罪行，单凭她对鬼天盟造成的巨大破坏，我作为鬼天盟的首领，就不可能轻易放过她。但也不是没有通融的机会，比如说，如果有谁能为鬼天盟立下足够大的功劳，并愿意与凯莉功过相抵的话，说不定我们也可以考虑宽恕他。真的吗？所以接下来就要看你的表现喽。看我的吧。没想到误打误撞的，竟然让我们发现了传说中的鬼天盟基地。哎呦，姐，别惹麻烦了，咱们快走吧。呆，来都来了，不好好探一探怎么行啊？可是鬼天盟人多势众的。也没多少人呢。确实奇怪，鬼天盟的人都哪儿去了？再说了，人多又怎么样？我们姐弟怕过谁吗？咱们不就是被雷神海盗团给吓怕了才到这儿？有人来了。辛苦了，你们小队的目标搞定了？当然，只要依照鬼狐大人的策略，那些所谓的百强也不过是些菜呀。那是。哟，还有战利品，都是好东西啊，这得不少积分呀，分我点。要上交的，还少来，敢说你自己一点没拿？我哪有？不说了，我得赶紧送去仓库了。哎呦，姐，知道了吗？没想到鬼天盟的仓库就在那边。嘿，就是啊，哎，真没想到那个仓库，走，看不见。哎呦，姐，我不是说那个呀。这看来鬼天盟这次确实有大动作。哎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
不可，放开老姐！哎呀，鬼狐天冲那个臭小子，竟然敢堵住老夫的嘴！我最恨别人堵我的嘴。你是个什么鬼东西啊？现在的年轻人真没礼貌。算了，看在你们救了老夫的份上，原谅你们了。你把我的财宝都吃到哪里去了？没见识，这算什么财宝？一堆杂七杂八的破烂而已。不过真正的财宝也不是没有。你们两个要不要老夫带你们去看看呢？怎么，要来关心一下我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吗？放心，这里好吃好住，舒服得很。凯莉，你很快就可以出来了，放心吧。这是什么新式笑话吗？我怎么听不懂？真的，下次我一定。下次还不一定是谁关在笼子里呢。快走快走，看到你都烦。